從劇本到熒幕，動畫製作流程完整指南。創作強而有力的動畫，不僅僅是讓畫面上的東西動起來，動畫製作過程是一段細緻的旅程，結合了敘事、設計、時機與音效，每一幀都經過刻意塑造，每一秒動畫都需要規劃與團隊合作。對於希望清晰溝通並留下深刻印象的品牌來說，動畫提供了獨特的優勢，它能簡化複雜主題，並以既引人入勝又易於理解的方式，將想法活靈活現。無論是產品、服務或信息，動畫都能突破噪音，吸引目光。但每一支精緻的動畫影片背後，都隱藏住結構化的旅程，從第一個構想到最終輸出。動畫製作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扮演住塑造最終成果的關鍵角色。在本指南中，我們將帶領你走遍整個動畫製作流程，從撰寫劇本到完成影片交付，你將了解每個階段的運作方式及其重要性，尤其是在製作能與觀眾產生共鳴的影片時。了解動畫製作流程。動畫製作流程是什麼？動畫製作過程指的是從頭到尾製作動畫影片所取的一系列步驟，這不僅僅是設計角色或動態視覺效果，它是創意故事講述、技術技巧與穩健專案規劃的深思熟慮結合。這個過程通常包括腳本撰寫、分鏡、設計、動畫、配音、音效設計以及最終交付。每個階段都在上一階段的基礎上進行，跳過或匆忙任何步驟都會影響影片的最終品質。這個過程之所以如此有效，是因為它結構化得很有條理，有明確的階段，能確保從編劇、設計師到動畫師和客戶，大家都能保持一致，這減少了混淆，讓專案持續進行。只要仔細遵循這個過程，影片不僅美觀，也具有意義。這正是成功動畫影片的特色所在，它們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，每個元素協同合作，傳遞清晰且引人入勝的訊息。這個過程在動畫影片製作中尤其重要，因為時機、視覺和語音必須完美同步。步驟一：劇本寫作，奠定基礎。強而有力的劇本的重要性。每個強而有力的動畫都從一個劇本開始，把它當作藍圖、視覺、節奏、旁白，一切都建立在這裏的基礎上。在解說動畫中，一個寫得好的劇本不只是解釋，它連結、簡化，讓你的信息清晰且令人難忘。即使是最華麗的視覺效果，如果故事缺乏清晰度或方向，也無法吸引注意力。一個強而有力的解說動畫影片腳本有3點作用：帶來清晰度，它將複雜的想法拆解成淺顯的語言；保持簡潔，尊重觀眾的時間，用簡短而銳利的台詞與品牌語氣相符，它以一致且值得信賴的聲音說話。為了讓你的劇本更有效，它應該反映觀眾的需求，他們在掙扎什麼？什麼對他們來說最重要？範例：如果一家醫療科技新創公司想推廣他們的新應用程式，臃腫的腳本可能會寫：我們利用即時資料整合來同步病患監測系統。更聰明、更簡單的版本則是即時追蹤你的病患，無需繁複的文書工作。這種差異很重要，它直接針對問題，並明確且自信地提出解決方案。優秀動畫劇本的關鍵要素：信息的清晰度、簡潔且針對性的語言，與品牌風格相符的語調，以受眾為先的語言，場景間的自然過渡。這一步往往是魔法的開始。當劇本成功時，其他動畫才能大放異彩。這就是為什麼這是動畫解說影片製作中的關鍵階段。步驟2：分鏡圖，視覺化願景。為什麼分鏡對成功至關重要？劇本準備好後，
下一步就是將這些文字轉化為視覺形式，這就是分鏡圖的用武之地。分鏡本本質上是一個藍圖，它將寫好的劇本轉化為視覺場景。分鏡圖的每一幀都像快照，幫助所有參與者理解故事如何在熒幕上展開。它確保創意團隊與客戶在任何動畫開始前，能就視覺方向達成共識。分鏡不僅僅是繪畫階段，更是不可或缺的規劃工具。它有助於預測時間、結構與流程。如果做得好，可以節省時間，減少修訂，並建立共享的視覺路線圖。以下是有效分鏡腳本的要素：草圖與場景拆解，使用簡單的圖畫來視覺化劇本各部分在熒幕上的呈現效果。客戶協作，團隊與客戶密切合作，確保視覺方向與品牌信息與目標相符。步驟3：設計與風格，打造視覺識別。以設計讓劇本活起來。分鏡圖通過後，就進入設計階段。這個階段就是將草稿轉化為精緻的視覺效果。設計師會創造角色、背景、圖示及其他素材，這些都將組成最終動畫。設計在設定影片的基調與氛圍上扮演重要角色，每一個顏色、形狀和細節都會影響信息的感知。這不只是視覺效果，更是風格與目的的結合。此時，品牌塑造便開始發揮作用。設計師會考量客戶的視覺識別、聲音與目標，確保整體感覺統一且真實。這使得設計成為任何動畫解說影片製作中不可或缺的支柱。設計要素包括色彩搭配，特定顏色能喚起情感，並影響信息的接收方式。角色設計，角色應反映故事的基調、受眾與信息。場景局，設計良好的場景，引導觀眾的視線並保持投入。結果呢，一個視覺框架，完美契合劇本信息，並為動畫奠定基礎。步驟4：動畫製作流程的核心，故事的動畫化。拿到核准的視覺素材後，動畫師開始為專案注入生命。動畫將靜態影像轉化為動態，創造出讓觀眾從頭到尾都保持投入的流暢感。根據專案不同，這可能包括 2D 動畫、3D 建模、動態圖像或多種技術混合。每種方法都有其優勢，選擇合適的方式取決於品牌、信息及故事的複雜度。動畫階段是一切開始順利運作的時刻，節奏與視覺節奏成為關鍵。動畫師也會利用動作來吸引注意重要元素或想法。動畫不只是關於動作，更是透過動作來說故事。主要動畫技術與考量，節奏與時機，流暢的轉場與恰到好處的片段，讓故事自然流暢。透過動作強調，動畫能凸顯信息中最重要的重點。一致性，所有動畫元素都應遵循設計指引，以維持品牌一致性。此步驟將視覺計劃提升至情感動人且視覺動感十足。成功的動畫能吸引目光並清晰傳達訊息，不會讓觀眾感到壓力。步驟5：配音與音效設計，為動畫注入生命力。為什麼音訊在動畫中很重要？動畫是一種視覺媒介，但真正讓動畫活起來的是聲音。配音和音效設計為視覺故事帶來情感、清晰度與節奏感。沒有合適的音效，即使是最美麗的動畫，也可能顯得平淡無奇。旁白有助於敘述訊息，並引導觀眾了解故事。它必須與品牌的基調相符，並直接與目標受眾對話。同時，音效設計如同背景音樂和音效，能營造氛圍、提升情緒，並強調重要時刻。錄製配音通常涉及劇本審核、人才挑選以及錄音室品質的錄製。錄製完成後，必須與畫面完美同步。這種時機是讓動畫看起來精緻且專業的關鍵。此步驟的關鍵要素包括合適的語氣決定一切、友善、
自信或權威的語氣應該與聽眾的期望和理解相符。音效與背景音樂提升衝擊力，細膩的聲音帶來真實感。音樂則為情感與節奏定調。優秀的音效不會吸引注意力，它會與視覺相輔相成，創造沉浸且完整的體驗。步驟6：最終審核與交付，確保品質與精確度。動畫的檢視與精練，在動畫影片交付給客戶之前，會經過細緻的審查流程。此步驟確保最終產品不僅在視覺與聽覺上完美無瑕，也符合品牌特色且有效。在審查階段，團隊會與客戶分享動畫的草稿版本，客戶會審查其準確性、品牌一致性、語氣及信息傳達。建設性回饋會被收集並在最終修改階段進行處理。這種來回檢視確保動畫完全符合最初的想像。剪輯可能包括精練轉場、調整節奏、更換音效元素或更新圖像以更符合信息。一旦核准，專案進入交付階段，團隊會將最終動畫匯出高品質格式，依其用途量身打造。無論是用於網站、社群媒體、簡報或付費廣告，此階段會發生什麼？最終剪輯的細節重視，動畫的每一秒都經過細緻打磨，確保清晰、一致與視覺精緻。正確格式的傳送，客戶收到針對不同平台優化的檔案，例如用於 YouTube 的 MP4、簡報的 Moose 或 Instagram 的垂直格式。這個步驟完成了動畫影片製作期，這是數月的規劃、設計與動畫結合成一個完整且強大的敘事工具。結論：動畫製作過程不僅僅是一段創意旅程，更是一場策略性的過程。從劇本撰寫到分鏡，從設計到動畫，最後到音效、審查與交付，每一步都對製作成功的動畫影片至關重要。精心規劃的動畫不僅看起來好看，它能清楚傳達訊息，與品牌相符，並與觀眾產生連結。跳過步驟或匆忙完成任何階段，可能導致最終成果令人失望。這就是為什麼與經驗豐富的團隊合作至關重要。我們懂得如何以創意與精準引導專案從構想到完成。我們專注於讓每一幀都發揮作用，讓你的訊息清晰、引人入聲且令人難忘。準備好讓你的故事活起來了嗎？為你打造下一支動畫解說影片，並以細心、專業與對碎故事的熱情呈現。